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哦，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好，咱等这个观众这边一个吼。今仔日有邀请人来哦，社条1号阿曼，1号阿曼，李德林来阿曼，小树梅阿曼，轩轩，我知影你是这个轩轩，你是那个色格西的观众啊，轩轩阿曼，佩璇阿曼。咱家好朋友的一路，阿曼，一朵，阿曼，今仔吃冰冰呢，礼拜有观众来呢，啊个直播进前，也个咧处理设备的代志，哈哈哈。我的声音 OK 了吼，大家听看卖，我的声音 OK 了吼，声音 OK 哦。OK， 感谢。今仔日吼，等下甲这个待机影片关起了，大家惊一下。准备开始哦。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哦，今天的来宾是设计师色格西阿婆啊。好了，拍机，感谢。我的声音还可以吗？我的声音会来色格西的声音敢会使？色格西的声音可以吗？大家帮我听一下哦。如果色格西的声音太小，我要帮他做个调整。今仔日吼，这个因为咱色格西有朋友来的关系，所以韩国的台语的比例会较低淡薄哦，吼，可能调整差不多7成，华语3成的台语哦，吼。他现在比较小，是不是？我给它调较大的，对。好，色格西讲话 ，OK 吗？恭维，恭维，唔恭维卡电话，恭维，色格西恭维，喂，大家安尼听有无？OK 啊吼，好，色格我甲调到130，应该安尼会使，差不多啊吼，有够大声无？还是我会伤大声甲伊压过无 ？OK 啦吼，差不多哦，好。好，安尼会当先来欢迎色格西啊，色格西来当甲观众朋友拍一下招呼，跟观众朋友打招呼。好，大家晚安，我是网友在店长色格西，然后会讲一点点台语，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非常的不好，但就是一直也想要把自己的台语学好，然后今天真的有很大的这种荣幸，可以跟选股大哥好好的。把自己的台语稍微调整一下。安尼，哦，安尼，我阿彪就大所以那个我今天如果有那个很多发音错误，就大家见谅一下，没啦，大家迄个互相绕开求进步哈。这个台语的是互相绕开求进步。还有一句啦吼，就是人讲这个拍断手骨颠倒用啊，你的手骨我拍断，你断去就会更较用啊。破釜沉舟的概念，破釜沉舟的概念。
咱今仔日吼，因为我先来开场就是，我今仔日含这个设计师就是进前啊，伊伫直播的时阵，有讲着讲，想要和我合作，咱就我就讲好啊，无就含伊开讲，无来唱一下合唱，要唱啥物歌？想讲无唱布袋戏好啊，然后一切这样子，每一个突发奇想，然后就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来翻唱一首布袋戏的男合唱。一颗菜你好，阿曼，这道菜哦，然后就是有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这个戏就是在练习歌曲的时候，那他觉得说，台语的读音有点困难，那我们就刚好顺势开了这个直播，然后可以来讲解一下这首歌曲的台语读音的部分。好，那这样子呢，刚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合唱啊，有更应该说让瑟格西练唱的时候呢更为顺利。好，然后我们的成品呢，到时候的成品一定也会有很好的这个品质。对，下条一条工打断手鼓的部分先不要。对啊，然后我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不敢说自己很专业啦，哈，就是但是我就是有在经营这一块哦，就是有在走这一块，那也有学习过一些台文的知识啊，台文的技术。那我希望就是说可以用这一块，用这个小小的技能呢，来帮助瑟格西可以把这首歌唱好这样子。那我不敢说我自己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算是一个共学台的一个概念，就是把我的心得呢跟瑟格西分享，然后带大家也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布袋戏的歌曲的美，还有他们声韵什么种种之类的，好，让大家认识一下，不会觉得说，这个布袋戏歌曲好像跟大家有一点距离，或者是说，它好像是很孤高啊，什么样子的，好像不好欣赏啊，是不是跟一般的台语不一样啊？是跟一般的台语不一样，但是它没有也没有那么困难啊，对，好 ，OK， 那我们进来。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环节。好，首先呢，我有设计一个小节目。好，当当，这个戏你看得到吗？看得到哈。好，就是我一开始本来说，我们就直接做这个歌词解析就好了。但是我想说，这样好像有一点单薄哈，再设计一些小环节。那我就想说，好这我之前也想要这么做，我想要去介绍说，让那个身为台 V 的圈子的大家呢，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名字。如果要用除了日语之外，可以用台语来怎么样念自己的名字呢？好，然后我们这个是。很不错吧，哈，但是你也不能随便去跟人家说做这件事，我也会怕，就是就干嘛一定要用台语念我的名字干嘛？哈，我怕人家会。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在身为一个 V 之前，我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刚好我的民族也是一个，就是我家也是闽南语系的了。那我觉得用自己的根能够好好介绍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好，小师妹说好赞以后有来宾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名字台语怎么念啊！我非常乐于跟大家介绍。那这个是应该之前在我的台有来晃一下，然后大概有听过自己的名字怎么念，对不对？对，还有一点印象，啊！你要不要现在再考你一下，你的名字怎么念呢？台语？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念谢。嘛，好棒啊，好准你代表说你的听力不错。那基本上呢，会唱歌的人，或者是说对声音表演敏感的人呢，我自己的观察，我会觉得说，通常听感都蛮不错的，对不对？你觉得呢？对，我觉得，因为会唱歌的人当然不是说我非常会唱歌，这就是对音韵这块稍微有一点天赋的人啦，就是你可以听出音高音低啊，然后你可以听出这个音该怎么唱的人，大概或多或少都对这种就是发音
发音的方式比较有感觉，会比较敏感，对不对？好，比如说像我知道瑟格西会日语嘛，哈，所以在日语的学习上面呢，就是在听这一块也会就是可能会比一般人还要再更敏感一些，对不对？好，对，日语的发音，或是说我们甚至是中文的发音，这个支持师资跟支持师资的分别，也会。可能就是会更注重一些，因为你会觉得啊，我听就是会不一样啊，我这是不对啊，可能就是稍微就是对自己会有一些要求嘛，好，对不对？你不会想说都把所有的知识都念成知识诗，像我念台语的可能就会有这一块，因为台语里面没有知识诗的音，所以我们如果台语讲久了，就会比较可能就会忘记说要翘舌啊，因为我们台湾的华语是翘舌，不是像对岸是卷舌嘛。所以就是会要记得自己要翘舌，不然念起来就是会觉得好像人家会觉得你 KK 这样子，对。好，那既然瑟格西的名字他已经会念了，好，我们就接下来介绍下一个。好，下一个跟瑟格西有关的就是他的店名啊，他的店名华语叫做忘忧斋。对，很多人会看成义哈，他的这个字是西哦，伏羲的羲哦，那个如果大家看成 E 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啦。那个我大概有10个观众，大概有3到4个观众都会看错。然后那个第一次打招呼，因为那个字很小嘛，就是那个打招呼的时候，下面那个字不是都很小嘛。然后也很多主播会叫我叫成色格义，所以我其实也有一个 tag 是迷因 tag， 那个迷因 tag 的名字就叫色格义。好，可以稍微问一下说。那个你不 care 人家把你念成色格义嘛，对不对？对，不太 care 啊。你会不会玩到后来大家都说原来你是叫色格义啊，反而忘记原来的名字这样。这个时候我就要庆幸有很多那个眼睛还不错的观众，他们会提醒他们的主播那个名字念错。好哦，要不要？对，到时候洗到自己也念错这样子。好，那我想问一下，说为什么你的店名要取名叫忘忧斋呢？那个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一间店其实不是我的店，那个我是忘忧斋的2代店主，然后我以前也是忘忧斋的客人。那我是在这一间，我在前斋主还在的时候，就是这边的客人。然后因为斋主他后面决定把店收掉，去云游四海。那我是觉得。我是跟一群客人都觉得这边收掉很可惜，所以我就把这间店顶下来对，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我们那个留言区那个什么，我们的聊天室来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那个我们电话铃来了，阿莲你好。还有看到 Sandra 安那个瑟格西的客人哈，那个 Sandra 你好，晚安。好，那个社畜1号说，我们把羲跟义做成这个视力检查表好了。还有很多字长得很像的，对不对？就把它全部放，上面有羊的，然后下面直接讲那么多拉拉杂，赶快来介绍忘忧斋的台语怎么念，不然等下后面的那个歌词都来不及介绍。忘忧斋我们第一个字那个忘字，我们如果估一个字念蒙，蒙，然后第二个字念忧愁嘛，有一首歌叫忧愁，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它就念忧，然后那个斋字呢，就是它的发音就跟说你斋不那个斋是一样的就是念斋，对斋。然后3个字连起来呢，前面2个字要变调这个细节就不是重要的，就听声音就好了。它叫忘忧斋，对啊，你就是忘忧斋的色格西对啊。好，下面你再念一次忘忧斋。忘忧斋记得起来吗？因为等一下你还会再念一次哦。应该是会使啦。好，应该是会使啦哈。应该是会使啦。好，来下一个你的那个游戏出游还有实际的这个 tag 以这个 tag 的名和这华语叫做《西游记》嘛好，对，第一个字你应该会晓念嘛第一个字和叫西嘛第二个字咱讲游戏那游。第3記，這應該也簡單。記3個字連起來變調加落就變成西遊記。西遊記。對，
然后你看到那个前面的 H， 像你看到 H 的话，就是它是有那个摩擦跟那个有气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磨的感觉更明显一点，那个咬字就会比较漂亮。比如说，你就念夸张点，就变成这样 ，he you gi， 有没有那个？那个声音，嘿，对 ，he you gi， 那种感觉，那个是比较夸张啦，只是说要提醒你说有这个感觉，对，有点像猫咪在哈气的声音，对，he you gi， 对，好，然后你的 fan art， 哦，这个就有点困难度了哈 ，fan art 这个第一个字一样是 he， 哈，第二个字呢，它是一个有浊音的字，哈，有鼻浊音的字，它就要念啊。水呢？你这个发音很漂亮哎。然后第三个是你应该知道怎么念嘛？哈，斗啊，这个图书的读斗嘛哈。啊，三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念希啊斗，水啦哦，这个漂亮。我觉得今天应该遇到一个天资很好的学生，不是学生，天资很好的 partner， 我觉得应该蛮好的。我觉得后面今天会很顺利。我要谢谢我的奶奶，我的外婆啊，她的名字里面有“吗？不是，因为应该说我知道，因为有一些台语发音，你就是如果小时候有听过，你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细节该怎么念。我自己有一点点的那个，就我要谢谢我的外婆都跟我讲台语，对。哦，太好了，真的是太 nice 了。好，我们来看，我们来接下一个环节哦，哈，那这个。我们再快速的复习一次。谢吉希，梦悠哉，希悠吉，希亚朵，亚朵，对，它是有一个的声母在前面，所以希亚朵，它那个嘎的那个音，它是有歌在里面，但是它把它浊化，就变成对，好，那我们再下一张。好，这个是我帮瑟格西，就是他在他的这个介绍哈，他的那个频道的介绍呢，我把它转化一下哈，变成一个台语的简短的自我介绍哦。建中老师高炸！那我们的开钢线有一个陈建中，这个是我们的台语，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呢是很有名的这个台文的推广者。好，他最近也在开了台语的课程。好，我也有报名哦。之后再跟大家聊这件事情。我们欢迎建中老师。好 ，OK。好，现在这个就要教你一下你这一小段。如果说我不教的前提底下，你对于这个台文汉字啊，你有办法用自己的理解稍微念一下吗？常数看看。好，那我开始吗？好，没关系，不急，不要压力。对，不急。我好紧张哦。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有学过的人嘛，然后我会想说，如果一般的民众啊，如果说，对于这个台湾汉字，如果说他对他的台语有一定的功底，不会说零基础。如果你零基础，当然就不能讲。那如果稍微有一点基础的人，那看这个台语就是规范的这个汉字来说，能够理解多少，我也蛮好奇的。所以我们来实验一下，然后请瑟格西帮我们先念一下，看看试试看哦。好。大家好，我谢吉希，美景地在梦悠哉的店。马紧。市长是念起定，所以是店长吗？店长啦。好，然后下班的台语怎么念？落班吗？落班了高。没关系，你顺的念过去。对。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好，落去没关系，那我就先不念。对，就不念。落去做直播，是一个个人事。地在细的，好。没关系。美俗是台语啊，美俗。瓜色 VTuber。今嘛
今嘛固定伫咧礼拜四暗时9点做放送，大家来做伙算哦。啊，不错不错，我觉得你大家可以猜得到60%，我觉得还不错耶。对啊， OK， 那个我们从头第一句哦，哈，大家好，这个族呢就是大，就是大家好，就是大家好的意思哈。然后它也有一种说法是大家好哈，这个也有一派的人是这样，有一些 Q 靠是习惯讲大家好。好，那我们这边我用比较常用的就是大家好，大家好，哎，我设计去，我设计去。好，这边其实是一个台语的，不是台语，我在讲什么？台语的会靠啦哈，就是我们不会说像我们华语可能会讲我是社格西啊，对不对？但我们台语比较喜欢用，我设计去啦，啊，就是我就直接就接名字，比如说我问讲你是谁？我恁老爸啦，就是你不会说我是恁老爸，啊，你多一个西的时候，那个就是有点不那么利落，你知道吗？所以就会变成这样，这是跟华语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好，我设计去啊，毕竟这个秘境我们要念毕竟吗？毕你对了，然后那个境呢，我稍微就是境哈，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那个我们注音的一跟就是没有尾巴的那个对不对？好，然后那个一跟的中间有没有？你再想象的多一个就会变成你试试看，对，然后就变成前面，因为那个境是前面是歌嘛，啊，你就试试看，歌境，对，所以然后就变成毕境，因为那个得你应该知道怎么念嘛，斋刚刚有教过你，对不对？你试试看念毕竟得斋，毕竟得斋，所以啦，然后那个境吼，那个再稍微多一点点，毕竟得斋，然后那个最后的那个鼻音收尾，毕竟得斋，对，毕竟得斋啊，所以漂亮，真的是有天赋。好，那个然后蒙悠斋，这个也刚刚有教学，对不对？对，蒙悠斋，店长，店长，对，店长。对，然后那个点的那个店这个字的哈，它的那个就是你应该有听过传说中的闭口音，这个时候出现了哈，点好，那个最后的那个收尾的时候呢，那个嘴巴要闭起来，然后那个共鸣要跑到鼻子，点，对，店长啦，好，那这句你试试看，对。OK， 从毕竟地斋蒙悠斋的店长啦。那个店嘴巴不要闭起来，毕竟嘴巴是张开的，毕竟。毕竟地斋蒙悠斋的店长啦。所以啦，然后那个点的那个闭口音再确实一点，这样就好了。好，我们继续下一句哦，哈，下班之后哈，我们这样下班了后。下班了后，对，这个字，这个一个密字旁一个是念耍哈，就是继续的意思。耍了可以做 dip 啊，耍了可以做 dip。耍了可以做 dip。dip。对，然后这个纸哈，你刚刚其实念的已经不错了，不过我再做一个提醒，就是定啊，就是你要稍微有一点截断的，就是有一点像日语的促音这样，它有点截断的感觉。dip 好，然后那个定呢，就是要利落一点，就是不要拖。好，它中间是一嘛，对不对？然后它收尾的时候，你的那个舌头会放在上排牙齿的后面，就变成 dip。dip 好 dip。对，漂亮。好，我觉得这个字我会被影响，是因为有一首歌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那个我滴滴隆，我滴滴隆，对。那个地呢，就是会让你可以去记得这个字怎么念，对啊。可是因为它有好像有一点点往后拖，所以我会那正常，那没有，那个有时候是为了要迁就旋律的关系，这没有，就是很正常。然后是一个个人谁哈，这个是这个字可以念喜啦，可是我这边习惯念谁，我们先用谁交过去好了，对，个人谁。个人谁？对，个人谁这个词其实是直接把日语拿过来用嘛，就是应该说把华语的词直接拿过来用嘛。对，然后
地在黑，这个地在刚刚念过了嘛？哈，黑就是系什么系什么系，你国文黑就国文系，然后中文黑，然后英文黑，就是这个系在念黑。嘿 ，OK，地在黑，美食，地在黑，美食，美食，美食，那个十字它的结尾啊，跟前面那个直播的直是一样的，就是一样地，然后它是sit，有没有？地sit，舌头一样要摆在上排牙齿后方的牙龈，就是结尾的时候 sit， 稍微有一点点顶起来的感觉，对 sit。哦，美食瓜色，美食瓜色 ，VTuber 哈，这个会念好。好，这个这马就是金马，现在的是金马固定底，金马固定底，就是底就是在的，就是我们华语会讲在的意思哈啊。大礼拜四，大礼拜四，对。大就是美的意思哈，大礼拜四暗时9点做奉上，暗时9点做奉上。对对，然后你的暗刚刚有闭口是很好，暗这个字也是闭口音哦，所以如果你再稍微确实一点就会更漂亮，就是暗时9点做奉上，对，暗时9点做奉上，对，大家来做伙耍哦，大家来做伙耍哦，对对对，好。试试看，从头到尾念一下，然后把你自己的个人色放进去。啊，等一下哦。好，你可以稍微默念一下，不要紧张，慢慢来。我好紧张哦，好紧张哦。不会啦 ，OK 啦，好紧张哦。大家好，我薛吉希，历经地在梦游在店长啦。有念错吗？店长啊，店长啦。下班下班了后，刷落去做直播，是一个个人色哦，个人色，地在黑，地在黑。美食瓜色美酒，对，今嘛固定伫咧，今嘛固定伫逐礼拜四，暗时9点做奉上，做奉上，大家来做伙耍哦。奉上不用闭口，就是这奉上，奉上，这奉上，这奉上，这奉上，嘿。大家来做伙耍哦，对啦 ，OK 啦，如果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愿意，或者说你 OK 的话，你可以拿去用，如果改天你可以练一下，然后可能可以给观众一个小惊喜之类的。我可以那个交作业，就之后上传一个那个台语练习，好，你可以在你的频道就是放一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这样子啊。好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正式的环节，好。哦，放错页了，等一下。好，这首歌呢叫做《醉寒江》啊，就是我们预定呢要练习的这个台语歌曲啊，它是霹雳布袋戏的歌曲。然后稍微做一个简介。那它的作词者是廖明志先生，作曲是大家很认识的荒山亮啊。那个编曲是浩旭老师，原唱是小林玉志跟刘玉贤哈。好，那这首歌的歌名叫《醉寒江》好。那它是这个2013年的作品哦，你看2013年好久了，已经12年前的作品了哈。哦，它是《霹雳江红及得奖春秋》的第2片尾曲。那我们今天来放一下歌曲给大家听一下啊。红
笑笑，咸落阵外股票，规支行路迢迢。龙滔滔，倒影绝代天桥，延吉路上有飘飘。哦，对，必须没关啊！我又做错事了，等一下，每次都这样子的、啊，点来，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重来，再一次，每次都搞这个，还好我们社科系我有跟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提醒我。来，再一次，各来几拜，各放几盖啊哈。新人 VTuber， 风萧萧，咸落阵外股票，规支行路迢迢。龙滔滔，倒影绝代天桥，延吉路上有飘飘。情上高，附近停消，古酒也有镀金箫。笑好骨丹心空过脚，冰条千山缥缈，俗了回首一吻风文俏。笑笑，咸落阵外股票，规支行路迢迢。龙滔滔，倒影绝代天桥，延吉路上有飘飘。情上高，停消，古酒也有镀金箫。女武家，把酒点扫，人间随处是冰消。当时总是年少，年少。过脚，金条千山缥缈，俗了回首一吻风本俏。伊也提起千杯离了，注定新年再相。这个笑哈，到时候再讨论一下要不要笑，因为笑的不好的话，会有点像蠢蛋的感觉。不然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直播的笑声拿去用好了。不行啦，这个歌会变搞笑歌曲啊！我想起来，我记得要开 BGM。好啊，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我介绍我们的歌词了哈。好，
哦，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在写什么啊？这首歌是你们之后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首歌的 MV， 然后大概就可以知道这首歌的调性是什么样子哈。那我们如果说你对这个曲子敏感的人呢，可能听了一下会觉得说，哎呦，这歌好像有一点那个叫《笑傲江湖》那首歌，一声笑呀，碎啦，就是这个感觉，对不对？好，他那个歌曲的那个调性很像哦，我觉得应该当初呢，创作者应该也是有。主创他们应该也是有稍微要一点那个感觉啊，当然我不是说抄袭，我是说他们那个感觉，就是歌曲的感觉是有到的哈，就是这个歌是绝对是100%的原创哈。那这首歌是在讲2个主角哈，一个主角呢叫做丁蛙歌票易基行跟北一高酒基罗星哈，就是左边这一位跟右边那一位哈，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哈。这个就是他们2位，然后一个呢，易基行，这易起行，他是一个剑者哈，就是用剑，然后右边基罗星是一个德将，然后他们基本上他们2个就是在就是江湖武林，就是功夫都很顶尖呐哈，然后有这个歌是在描写他们的情谊，只有彼此之间的情谊这样子，然后来秀一下一些图哈，这个是基罗星，好，他的诗号就是别带繁华一条道，随飞过客。千秋明月吹甲寒，花是主人。好，这个是基罗星，大概是这个调调。那如果易基行呢？哈，过气不人，过飘灵魂随意平，歌听唱哦，天下哲说人基行。好，大概是这个调调这样子。对，好。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环节，来讲歌词。好，那在讲歌词之前呢，我先可能在场如果有懂台文的朋友，刚刚就会开始有一些疑问在，对不对？好，那我先做一个解释。那今天我跟策克西要我们彼此共学的部分呢，那我个人哈，就是我是引领者哈。那我个人的那个想法是这样子：第一个，我是一个台文的学习者，台文就是台语配台文啊，英语配英文啊，所以我是一个台文的学习者。那台文学习者会学习到汉字，会学习到罗马字。那我学习的之后呢，我在学习成一个台文学习者之前，我是一个戏迷。那我学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并不懂台语哦，我是直接听着声音就把它学起来了。那我也是从小听黄文哲先生、文德先生的拷贝长大的人。好，所以我会以黄文哲先生他的念的口白的那个发音，然后套过来这个歌曲这样子，好，然后还有原唱他们试出来的那个唱的读音唱法，那有一些东西我会把它考虑进来啊，因为他可能在戏迷圈里面已经是可以讲鸡飞城市，也可以讲说就是已经变成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俗音了啦吼。那我个人的话，我会做一个 balance， 我不会把它完全用一定要找到正音，或是说一定要找到就是台文界认可的那个发音，我会把它做一个 balance， 就是我知道正确发音是哪一些，但是我会保留。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从小听布袋戏，然后我学习到的读音，我会把它一起加进来。然后原则上呢，跟原唱大概有90%相似这样。对，我先讲一下我都知道你们的问题啊，但是我先把我的标准讲出来，这样，然后我交给社科系，就是我认为就是最简单的那一套，然后把它告诉，就是让他可以唱完这首歌。好，对啦，你可以把它当成爆的 Q 啦，或是说更精确一点，动作霹雳 Q， 就是霹雳枪，霹雳的腔调这样子就对了。好。OK 这个前言是要讲给专业人士听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小观众可以听的部分。好，可以一起来学这首歌哦。好，那社科系现在是不是稍微有点 CPU 快要烧掉的感觉？还没开始。现在没有 CPU 要烧掉，现在那个紧张程度要破表了。好 ，OK， 那个我先喝口水哈，因为等一下要讲更多的话。好，第一句哈，
我先从头到尾念一次，好，阿瑟格西就稍微听一下，然后也让你念一次，然后我们在之后教学完毕之后呢，然后再来做一个比对，好，这样子会更有效率一点，好，风萧萧，减热，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你念一句，我念一句。没有，我先念完好了。OK，我先念完，好，不好意思，好，不会，没关系。风萧萧，咸落庭外孤飘，规机行路迢迢，龙滔滔，倒影绝代天骄，炎肌落声雾飘飘。情相交，抚琴听箫，歌酒夜舞度今宵。义务价，把酒点扫，人间随处是尘嚣。当时壮志凌霄，年少何骨丹心抗孤照。金雕千山缥缈，寂寥回首只闻黄昏俏。一夜知己千杯未了，浮沉十年再续逍遥。好，哇，好啊，拍手。没有，好，您可以试看看，对。我们一句一句来吧。对，好，对，然后就一句一句。哦，你说要我念一句，然后你念一句，这样吗？我可以直接念，然后你好试看看，好来。好，我们先从红萧萧这一段开始。好 ，OK。红萧萧，咸，对，红萧萧，咸落庭外孤飘，规机行路迢迢。好。下一段，直接念下去吗？好，可以，不然我们一句一句来好了。好。那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轰这个部分，对不对？轰萧萧。好，那第一个字，我为什么把那个 H 呢，有一个做红色的，就是我认为它是重要的哈，就是它就是我。其实刚刚在第一个 part 的时候呢，就有稍微讲到，就是我会希望说，你可以把那个喝的部分，它跟华语的喝会有一点不同。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摩擦喉咙那个声音，就是风经过喉咙那个轰萧萧那个的声音明显一点。这个是一种咬字的一部分，这是我认为这个是咬字的一部分。对，轰萧萧，轰萧萧，呀，水减哈。咸落庭外孤飘，咸落庭外孤飘。好，来，这个第一个字减哈，这个 M 结尾的刚刚有讲过嘛，就是要闭口，对不对？就减，好减了顶。好，这个 IN 呢，我会特别把它标出来，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不是有教一个就是 IN 这个音吗？好，对，但是这个音不是那个音，它是。跟前面那个直播的那个地赶快哈，就是你把舌头就是放在上排牙齿的后方，就变成顶，对啊，嘴巴不要闭哦，嘴巴是打开的，然后顶，然后收尾的时候对顶，你看到 IN 的 N 跟 T 结尾的，就是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口型的，对，这个唇齿舌的位置就是一样，对。好，那你刚刚那个 Y 这个字呢，有一点问题，就是你刚刚是念哇，对不对？好，对，你要记得哦，有看到这个 G 字，它是一个浊音，对，它就是G 这个字的浊音就是然后它加上后面的乌，就是跟日语一样是乌，然后啊是乌跟啊嘛，就变哇，然后三个字加起来就变成呱，对，你要记得要强调前面的浊音。呱，对，漂亮。呱，顶呱，孤飘，
高飘。好，你只要看到 H 的字，就是你要把那个送气的感觉做明显一点。像这个 PH 呢，我们在台罗里面我们叫做 p， 就是 p 那个 p， p 对。然后一个字 P 的时候就是 b， 好，然后 b 这个音送气以后就会变成 p， 所以我们在发音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送气的感觉明确一点，就跟那个 H 有点像，但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 p， 我们要把那个爆破的感觉弄出来，飘，好，飘，飘，就是要强调一下。当然不是说那么夸张啦，只是说要记得有这个意思，飘，你不要怕那个爆破音，就是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后如果说有回音老师他会修，他也是会把它修掉，对。然后这一块我就会想说，如果可以跟回音老师讲说，不需要修太多，因为它其实是会有一点变异作用，对，飘，好，咸的丁瓜高飘，你念这一句试试看。咸的丁瓜高飘，哎，对，好。然后我觉得我那个高是不是有点念错啊？咸，我再念一次好了，咸的丁瓜高飘，高丁瓜，哎，丁瓜飘。丁瓜高飘，哎，对，因为这边的话，我们在念的时候会有一点台语变调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是加曲子唱的，所以变调目前为止不这么重要，因为我们会有旋律嘛，那旋律它会影响声调，这个可是我这一首倒还好，它不会有什么导音的情形，可是就是我们现在。你就大概念，你就大概抓我那个声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太纠结，因为加进去旋律之后就会不太一样。对，高飘，哎，对，高飘，哎，对，好。然后归意，归，哎，它原本是念归啦，好，但是两个字念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变成归意。哦，归意，嘿，畸形。畸形，好来，你看到这个 ing 对不对？好，这个 ing 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跟你讲，它比前面那个 in 多了一个 g 嘛，所以代表它们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音很容易搞错，所以我把它标起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就是 ing，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 e、n 的那个音。哦 ，OK， 所以它就念成归意基形。形，哎，对，然后h 忘了标。然后你知道前面一样是那个喝嘛 ，h 就是喝 ，h 就是喝，喝加上一二音就变成形，就是它那个摩擦感还是要做出来，还是要有，对，形，哎对，然后我们先做练习的时候做的夸张一点啊，你在唱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刚刚好，对，如果你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没有很夸张。可能你在唱的时候，那个咬字就没有那么漂亮，对，就会变形，好没有？好，这个字就是这样念的，归意基形，嘿，罗，对，然后接下来，哎，你试一下那个，你念一下上面那个顶，好，然后你要记得舌头要轻轻的往上稍微顶一下，顶到上排牙齿的后面就顶 ，in 就是这个词顶，然后后面下面那个是形，哎，不一样哦，这两个音很容易会搞混，对，你只要把它分清楚，你的咬字就会很漂亮，对。然后后来我们下面再继续接 lo， 最后一句 lo 挑挑，哎，对，然后一样那个 th 就是它也是有 h 嘛，对吧？它是送气音。一个字 t 的时候，它就是的，然后的我们把它送气之后，它就变成特了，就会变成挑 ，i a u 就是一啊乌，然后念起来就是腰嘛，特腰挑就变成挑，对，一样我们就是特，把它那个爆破音的，把那个气音的感觉弄清楚一点，就变成挑，水啦，好，你试一下念这一句，归意，对，归意基形，罗挑挑就可以了，哦，罗挑挑，嘿，罗挑挑，嘿，好，
那这一个应该没问题哦，你试一下，从头到尾念一次，对。突然压力好大，等一下。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哦。红绡绡那个摩擦音哦，红绡绡，红绡绡，咸落顶瓜股票，水，归于机行路迢迢，水啦，水，漂亮，重点有到，那个声调的部分我就不会去特别调，因为到时候有旋律就不太一样，只要我们把音念对就可以了。好，下一章，好，这边我还是要先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我的观众应该还蛮多懂台文的人，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浪滔滔的滔字哈，它本身正音来讲，它应该要念特啦，就是的特呢了那个特，但是原唱还有就是我听其他霹雳的歌手唱都一样，他都念涛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边的话，因为刚好凹韵呢，它刚好是这一首歌的韵脚，然后我就把它当成用谐韵来处理，就是本来不是那个音，但是为了要押韵，就是把它谐韵过去做处理，所以我还是保留这个涛这个音，就变成龙涛涛，龙滔滔，然后龙涛涛。龙滔滔，龙就是浪，龙，龙滔滔，然后下一句刀印绝代天骄这些的应，应就是你看到 ing 的，就是刚刚的一二音又要注意哦，我之后这个资料可以给你，就是你只要看到 ing， 你就要记得这个一二音这个发音非常非常重要，你台语的字就是台语的音。这个一二音有把它发清楚，你大概可以赢过，可能应该50%以上的人吧，或是甚至70%的人，对啊。我有一些线上歌手，我认为他的音跟音都还分不清楚。对，音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 in 跟 ing， 音跟音的发音还分不清楚。对啊。好，你只要记得哦，把这个练习清楚来。的应，绝代天骄。绝代天骄，绝代天骄，绝代天骄。对，好，这个绝这个字呢，你看到那个我标那个 t 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是就是促音，它一样是促音，就不发音嘛，它是做顿点。对，它是要把那个音截掉的，只是它截掉它的，你只要看到字尾是 p t k h， 它就是我们都会叫它叫入声字。入声，然后它是华语没有的，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做台语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都讲华语比较多，那华语没有的音就会比较麻烦。对，然后注意这个就是转，好，然后它的舌位跟刚刚跟你讲的那个定，然后还有前面那个顶一样，它是你的舌头要摆在上排牙齿的后面，就是结尾的时候就会变成转。你只要记得音结尾的时候你要转。然后再把那个声音截掉，转，就是要有点比较有利落一点，对，转，绝代天骄，绝代天骄，对，所啦。然后这个天骄应该很好念哈，就是天就是特嘛 ，th 就是特，一样就是把那个气音强调一下，天骄，对，好，这句没什么问题，只要那个应跟转对就可以了，对，所以。他在唱的时候，如果说旋律许可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应绝代天骄有没有？绝代天，它其实这个旋律有稍微配合到，就是它会让你很容易可以抓那个感觉嘛，那个利落感。的应绝代天，不要的应抓代天骄就很难听，就变成指了抓，有一点呆呆的感觉。对，的应绝代天骄，那个发音就完全不一样哦。对，你要有那个截断感，抓好，你就会，你回去可以再琢磨一下，你就知道。对，然后下面这一句哈，严基了声，严这个 m 结尾的就是要闭口，好，要记得只要看到 m 跟 p 结尾的，就是要闭口 m 跟 p， 好，
吉了星，延吉了星，哎，然后这个 ing 又跑出来咯，这一首很多 ing 的哦，星，星哎，要记得，还有前面的行，行有没有？好，那一样这边星，星，哎，对，那英文已经越来越漂亮了，延吉了星，吉了星，雾飘飘，雾飘飘，哎，然后又看到 H 登场了，对不对？然后 b 就是 b 嘛，哈 ，p 一个单一个字就是 b， 然后 ph 就是 p， 雾飘飘。哦，雾飘飘，对，一样我们要把那个气音做足，飘飘，对，飘飘，嘿，对，延吉了星雾飘飘，延吉了星，雾飘飘，哎，碎啦。好，下一句 ing 又跑出来了。对，又是恐怖的 ing，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你已经掌握得很好了哈。好，景胸高，景胸高，哎，对，漂亮。呼琴听箫，哎，等一下，哦，不小心把它按掉。哎，我这边想要问一个问题，那请说。你说那个 ing 它会有一个那个赢的那个音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是声调啊，一般来讲，那对，那个是赢，它是一个声调。其实它不是说一定 ing 一定要配这个声调，它有其他像应，嘿，它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声调，它只是说你要记得说这要有一个一二嗯的感觉，音，对，它会有不同的声调。那像这样的话，后面那个 ONG 啊，它是不是也要差不多？不也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OK， 对，它是不一样，它代表不一样的意义。对。哦 ，OK， 这个情这个字，你只要常唱台语歌，一定会非常的常出现。爱情，对，爱情，哎，对，你看你现在学会了以后，你的简发的就很漂亮。对，像我有时候听某些歌手，但是不是大部分，就是如果你不是传统歌手出来唱台语歌，很容易音分不清楚。对，情就会变成会变成唱成爱情，就会变成只有 in 而已，没有 ing， 就会变成爱情，嘿，就是感情不好，不是，是啊，感情，嘿，对，我今天这样学下来啊，我开始有一点点体悟，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找过有一个也是很老师学唱歌，然后他会要求你先唱台语歌，因为他觉得台语歌比较难，所以他觉得如果台语歌可以唱很好，中文歌、华语歌一定可以唱得好。他是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有在说，就是你在唱台语歌的时候，其实有些音要往嘴巴里面收。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现在就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的一些音调的一些发音模式有关。我觉得是，因为。台语的它的那个发音的方式比华语丰富很多，然后它的共鸣点也会跑。像简 ing 它是比较偏鼻音的部分，但是华语的鼻音比较没有这么多种类型啊，所以它有像我们台语的鼻音有音，然后还有音，就是闭口音的那个其实也是鼻音，它也是会有鼻音共鸣，所以它会有不同的鼻音共鸣的类型比较多，所以会跟华语的丰富度来说更多。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听起来会觉得说，你学台语的话呢，你对于声音的掌握程度可能会更高，因为你的种类多嘛，比华语的单一性差很多，所以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掌握度吧。对，等于是台语比较复杂的意思啊。你把它掌握起来之后，我觉得学华语就比较可能就更容易一点。对，因为你知道你的声音怎么跑，你的声音是怎么跑出来的。对啊。好，继续下一句喽。好，呼琴，那这个琴字它刚好前面呢有气音，然后后面是闭口的 M 字，所以它是一个蛮重要的字。你可以试试看，呼琴听箫。呼琴听箫，琴呢，就是你那个闭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
用力一点，有呼琴呼琴琴，琴不是琴琴琴，呼琴你的舌头呢？舌头放平，就是放松，然后琴就是你提早闭，对，提早闭，然后有那个你嘴巴闭起来，然后用鼻子发的音，哦，对对对，琴琴，哎，对，他把它前面的 i 就是跟日语一样是一嘛，然后你看哦，你试试看哦，我把一，然后嘴巴闭起来，音，哦，闭口，然后有跑到鼻音区，共鸣跑到鼻音，然后就变成前面是 kh 是科嘛，琴，哎，快对了，琴，不是琴，是琴，嘿，快对了，就是音，哎，对，这个字不容易发，琴，哎，琴，哎，呼琴，琴，不要有出来哦，说 k 而已，呼琴，嘿，听箫，然后那个后面那个听，你应该知道重点在哪里了哈。th 就是科，然后音就是就是听，嘿，箫，哎，对了，你再试试看念这4个字。等一下，呼琴，我是不是念错了？对，我念错了。呼琴，呼琴，嘿，科 ，kh 是科，要科出来一点。呼琴，嘿，呼琴听箫，听箫，哎，对，不好念，对不对？这2个字琴跟天刚好是琴好难哦，琴真的很难呢。它这个2个，哎，这个不容易念的2个字刚好合在一起，对啊。好，那我们再试一下下一句是高州，哎，这个比较容易。雅物，哎，那个斗金箫，哎，对，重点是在那个金字，就念金，哎，斗金箫，你就我们它跟它这个金字就是跟我们说金嘛，金嘛，跟金金嘛，哦，哎的那个金是一样的，金金嘛，黄金就是金嘛，哎，就是一样的发音，金箫，哎，对啦，所以好，快完了，好，接下来下一句是 gi， 这个也是一个浊音的部分哈。那我把这个 g 的部分标起来呢，它就是代表它是刚刚有出现过那个丁瓜勾飘的那个，你还记得那个瓜吗？好，然后那个歌 g i 就是歌嘛哈，歌一 gi 哎，对，漂亮，碎，gi 不给，哎，对，gi 不，就是这个 gi 这个歌一定要记得。像我们在讲说哇，我啦，一样就是哇歌，哎，对，哦，不懂台语的人会讲哇，哎，对，不行，对你一定要讲哇，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判别的标准，就是说，一般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去纠正别人啊，就是我的话，我会把它放在心里面，就我听就知道说他是不是平常在讲台语这样，对，就是或者说他的台语到不到地，他的就是差在这个小的地方，对，你要念挂，但是它跟挂东西的挂又有点不同哦，因为挂东西的挂的歌是没有浊音的，但是然后那个挂是有浊音的。它是有清浊对立，就是清音跟浊音，就是歌跟歌，好，一个是清音，一个是浊音，所以就变成 gi 不给，你不能变成 gi 不给，不能变成 gi 嘛 ，gi 跟 gi 就是差在清浊的部分，对，那你浊音的部分要用喉咙比较多，所以就是它的共鸣点在喉咙 gi 不给。
对对对，义务给水，对，就是这样。然后把酒点扫，把酒点扫，对对对。人间随处是灯宵。人间随处是灯宵。好，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人间的人啊，其实它有2种，严格来说它有3种发音。它原本是念人，人，然后那个前面的那个 J 这个字，它本身也是一个浊音，它是个比较难发的浊音。它的清音是念滋，滋，然后把它浊化就变成滋，然后加上后面的 in 就变成人。对对对对对。那你可以听到另外一种发音，它也是正确的。有一些腔呢，在台湾有些人会念成林，它是了开头的。林。对，有的人会这样念。可是，在布袋戏的情境里面呢，我会希望就是用那个黄文哲先生他常用的那个发音，他会念人，就是我刚刚教你的那个人，不要跑去音哦，就是它只是一样，它一样是嘴巴是打开的，然后舌头要放在上排牙齿的后方，人 in 的部分是这样，人不用人。人，对对，人间，人间，随处，好 ，TSH 它看起来很长，其实它就是吃的意思，就是支吃丝的吃。吃，对，然后它一样是要有气音嘛，有 H 对不对？就是念吃，所以我们要记得要有那个送气感，处，那就是你温刀那个处，就是一根厝那个厝。人间随处是灯宵。人间随处是灯宵。对对对，那个顶就很漂亮，因为刚刚有出现过嘛哈。对，好，再来下一页。东西，种植凌霄。凌霄，对，它是 ing 字尾的，所以它是 in 凌霄，对，然后年少，年少哈，年少，喝骨，它那又有那个听一说要稍微有点促音的感觉，对，要有出那个，喝骨，那个骨，这边稍微偷偷批评一下原创，也不是批评啊，说稍微讲一下原创这边他们把它念成喝菇，他念成喝菇，我觉得不太漂亮，就是要有那种浊音的感，不是浊音讲什么，要有那个促音的感觉，good 就是漂亮收起来，要收起来，不是菇是 good， 就那个 good 阿爸那个 good， 对 good 阿爸，对，北拜我嘛讲爱讲 good 阿爸哈，就 good 阿爸，对 good 阿爸喝酱，这是 good 桃也是就是这个哈，喝 good， 担心空过脚，喝 good， 对，然后担心不是担心就变成担心了。就是变得很欢乐，那个担心不是，是单第一个字不要闭口，第二个字在闭口，担心，它那个 an 就是跟那个华语的那个安很像。Coming 阿曼，我们的观众来了哈 ，Alice coming 安安，然后那个心呢？是唱台语歌也是必备的，一定要会的音哈，因为你会常常唱到跟心有关系的哈。心，就是你要记得那个 M 字不要闭口的心，千万不要就是用那个身体的身哈，心态的心，然后你把它念成说心，然后直接闭口，这样是不对的。就是它一开始的舌头就是放轻松的，心，就是不要顶到上排牙齿，不要，就是放松，心，
心，嘿，对，心。SIN 跟 IM 差别不是只有闭口跟没闭口。IN 是要你舌头要稍微有一点顶起来，顶到上排牙齿后方。然后 IM 是你舌头是轻松的，然后闭口音，然后共鸣转到鼻子去，心啊，对，心，对，然后控勾脚，控勾脚，哎，这个比较没什么问题，较简单。好，下一句，金雕，又是金了哦。金雕，对，金雕，金雕，千山缥缈。千山缥缈。好，那个抓到问题了哈，就是千啊，就是千比较没什么问题。吃 STSH 刚刚讲过是吃，对不对？就是要记得那个送气的感觉。吃千山就是跟那个你把它想象成就是华语的思跟安山，对，千山缥缈，千山对，缥缈，千山缥缈，嘿，缥缈，那一样就是那个缥缈，哎，那个坡有没有？一样是坡，就是要送气感要有，千山缥缈，千山缥缈，碎啦，这个真的很漂亮，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好，然后接下来呢是秀了，秀了。我们常唱，如果你有唱台语歌，会唱到很容易唱到寂寞这个词，对不对？寂寞这个词呢，我们都会念秀寞，秀寞，对吧？哈，秀寞，对不对？哈。然后其实啊，这个后面再讲哈，这个秀这个字其实它的正音应该是要念成节寞才对哈，但是因为节寞这个发音大概只有目前为止可能大部分会在可能歌仔戏的部分会比较听得到这个词原本的那个发音。那我们一般坊间基本上流行歌大部分都是唱成秀寞。那这边呢，我们把它称为叫俗音啦哈。然后我这里也是采用俗音的部分，所以急的部分我还是会念成秀。好，就这边就会变成秀了。秀了，嘿，然后你只要注意它那个 LIAU， 其实 IAU 刚刚有讲过，就是 ERU 嘛，哈，ERU，然后所以你尾巴的时候，记得你的尾音要记得，就是拖的时候要有那个母音的嘴型，好，比如说它收在乌的话，你就有乌的嘴型，秀了，有没有？对，这个应该你很懂啊，你应该可以懂。嘿，要记得那个母音的嘴型要有，对，就是它那个嘴巴会嘟起来，秀了，秀了，嘿，秀了。不过这边是没有拉长音的，这边秀了，回首一吻红昏巧，有没有？嘿，不要跑调就对了。这个你应该听着就懂。好，然后最后一句哈，回首，嘿，基本好，这个 b 啊，这个 b 啦哈 ，b 它其实也是一个浊音哦，但是它这个浊音是所有的浊音里面最好念的，它是文，它的念法是它是念 b 啊，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我就不特别讲，就是文哈，基本，嘿，红昏巧。好，这边有一连3个都是有 H 的部分哈。烘魂有没有那个磨的感觉？要有烘魂，好，巧，烘魂，就是要连续发出3个摩擦的那种感觉。烘魂巧，这样吗？我先讲一下，单一个 H 的时候才是摩擦，但是 H 有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喷气，就是要有那个喷气的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喝跟像比如说像这句是烘昏巧的部分，就是你那个爆破的那个送气的感觉，爆破音要比较强烈。OK， 巧，对，巧，
红昏巧，对，漂亮漂亮，你已经掌握到那个摩擦的感觉，然后那个爆破音的感觉也有。对，好，今天的这一首歌的最后一个 part， 它就是它的那个 ending 的那一个 part 嘛，哈，就是一压低 G， 一压低 G 啊，对，标一下，忘记了。好，一压低 G， 然后那个一，它也是 T 结尾的哈，它跟前面我们学过的那个 D 一样哦，它只是少了前面的的而已，就变成一，OK， 哦，嘴巴不要闭，你的那个舌头一样顶到上排牙齿的后方，你只要看到 T， 对，看到 T 跟 N 小 N 就是 IT 像 IN 一样，都是舌头放到上排牙齿的后面。一，嘿，它也是要有那个促音的感觉，就是我们叫入声字，好入声的掉了哈。一压，嘿，一压，不要嘴巴不要闭哦，嘴巴是打开的哦。一压，好难哦，因为在发这种音的时候会有一种如果要做录音会想要闭嘴巴的感觉。好，会想要闭，对不对？我啦，对，因为它的促音的，就是台语的这个我们说入声字的部分哈，以及现在部分，它的截断气流的方式有4种，那 T 是其中一种，那它截断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牙齿就是舌头顶到上排牙齿的后面，然后把那个气流解掉，所以要记得这个舌就是这个舌头尾，对，然后如果你是 IP 下面，我们 IP 下面会有。等一下，我们遇到的时候再说，刚好在同一段落下面会有。好 ，OK， 一压低 G， 一压低 G， 来哦，你看哦，这边刚好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哦，你看哦，我们在看罗马字的时候，你看那个它是不是写 IT？ 好，然后那个知己的那个 D G 那个 D 是不是写 TI？ 对，你知道他们刚好他们的嘴型是相反的，一 D。D， 其实那个刚好是相反，你那个 IT 的 T 的那个结尾，其实就是你把那个 T 我们就是叫的嘛哈，你把的发一半 ，I 然后的发一半啊，不要出声就变成你先念的，好，你的然后你不要的出来，你就那个嘴型维持住，那个感觉就是 T 放在后面的感觉。听得懂吗？你就变成，比如说你就的嘛，的，然后你就把那个的不要发出来，就变成OK， 不是哎对，一压低 G， 一压低 G， 对，你就把的发一半就对了。然后对，啊，如果像你，比如说我们把。好，我们先讲到下一句的时候，我们再讲好。然后千杯米料，不是千哦，千嘿，千杯米料，哎，对，这个吃的部分你应该都掌握的非常好了。那我们就继续下一句，铺顶，哦，这个也不好念，铺顶，嘿，你的顶那个 M 结尾的字已经有那个雏形出来喽。我觉得 M 结尾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难，我觉得 N 结尾对我来讲比较难，反而比较难的 IN 跟 IT 对不对？好哦，对，IN 跟 IT 哈，铺顶，嘿，漂亮。然后10年，好，这边原唱有没有？原唱是念10年、1年、2年，它是念10年。然后呢，因为那个照理来说啦，我们一般都会念10年比较多，10年，年要配10年，然后年那个10要配年，应该是10年或者是10年，但是原唱他们把它唱成10年，其实有一点奇怪，所以我这边就把它改成10年。它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中文的那个2只老虎，有人讲2只老虎，对，就会变得很奇怪，就是那个搭配的不太对啦。就你不会说它，你不会说它的用，你会说它的语感会有点奇怪，但是你发音没有错，但是搭配上是错误的。对，对，会变得有这种情形这样。
铺顶十年，铺顶10年。好，然后那个十啊，那个十字，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 IP 的 P 哈，IP 就是跟 M 是一组的，所以它是闭口音，所以它就是你最会念的那个10，哎对，10年。10年，哎，对，它就是闭口的，然后它截断那个感觉，10年， 10年，对，都很漂亮了。再续，再续，逍遥，逍遥，哎，对，然后那个续，它本身就是跟前面的续了是一样，它也是 K 结尾的呢，它也是促音，然后它的截断的方式是用那个舌根稍微隆起来一点点，然后再配合那个气流停住，咻 ，OK， 嘿，咻，嘿，对，它的截断的方式是，它的结尾是这样咻。好，这个你刚刚已经念得很好了，我觉得 OK。好，全部讲完了。哎，看来要把这集好久看个，看来我下播之后还是要把这集再看个2-3次。这集就好久了，你就看到你的那个，你就看到你的观看数每天可能都加个1、加个2、加个1、加个2这样。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会写罗马字，绝对不是要吓大家，而是要帮忙，就是做标记，就是只要，因为你如果全部都汉字，那你可能自己要记说，哦，这个发音要怎么记，你也是要想一个自己的符号出来嘛，对不对？那我不如就是把正规的符号跟你讲，然后我也没有叫你一定要每个基因都拼出来，可是你只要知道说我的红字的意义在哪里，我定义给你，然后你在事后再回想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重点在哪边，对。然后等一下，如果请你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红字，你就会稍微想一下说，刚刚我是怎么提醒的，对啊，你就会想起来。我的期望是这样子啊，对，所以我们可以试看看这样子。哦，对。好，你要不要我现在在那个整理一下，对，就是那个记忆力不太好的部分。嗯，我感觉肌肉记忆有稍微练起来，但是就是要把它很结合，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复习个2-3次那种感觉。就是你之后如果重看的时候，你再做一下自己的那个笔记，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对啊 ，OK，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第1章了嘛，好，然后你就念一次看看。对，风萧萧。剑落顶挂股票，水归机行路迢迢。OK， 好，换下一页哦。哎，是对的吗？是对的吗？对，声调我就不会太纠结。哦 ，OK， 因为我稍微讲一下好了，因为我们的发音，有3个元素，第一个就是声母，也就是我们讲的子音，然后再来是韵母，也就是我们讲的母音，接下来。跟那个其他语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汉语的部分，它会多一个声调。华语只有4声，那台语有8个声调，然后常用的有7个声调。对，然后我们现在在教的也都是说，我们会用到的目前就7个声调啊，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就好。所以，那我会说声调我不去纠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唱歌，那歌声调就是它会有一个音调的高低嘛。可是因为我们有旋律，所以我们应该是主要是要去和那个旋律。对，我们不要管它有没有导音，那因为已经有旋律，我们就是要翻唱，不要管了，就是跟着那个旋律去唱，然后去调整这个字它的高低。对， okay, 所以我今天就不纠结那个声调的部分，只要你把声母跟韵母，也就是子音跟母音的发音发对就好了。对，好，那麻烦你继续喽。龙滔滔，多应绝爱天骄，水，盐基罗星，雾飘飘。那个声的部分在，哪一个？基罗星的星，哎，盐基罗星，对，雾飘飘。水啦，好，下一页，好。等下，颈胸高，再一次那个颈的部分，一二音的分要再清楚一点。对，颈胸高，对，虎琴听箫，听箫，
那个 I N 听哦，虎琴听箫，你刚刚琴念对，但是第二次又念错，你琴再一次，对，虎琴琴，虎琴嘿，虎琴听听箫听，箫，哎，对，好，下面高州夜舞，斗金箫，对，漂亮，好，继续，义务嘅八九八九点扫，嘿，八九点扫，嘿，人间随处是定箫，嘿，那个顶再漂亮一点点，那个顶，定箫吗？哎，对对对，人嘴巴不要间，随处是定箫，对对对，好，下一页，当时总之凌霄水，连笑，好骨丹心控高脚，对啦，赞，好，继续，金雕千山缥缈，对塑料对，挥手之不是秀，本挥秀，挥手之文，基文，挥手之文，红魂巧，红昏巧，红魂巧，对对对，那个喝的感觉都有出来，很好，红魂巧，OK，对对对，好，最后啊，等一下哦，一呀，一呀，我这边解释一下好了，一呀，它有两个，它的那个严格来说啦，我们看到一，我们都会习惯念进嘛哈，它有这边要用文音的哈，它念一的，嘿，一呀低记，嘿 ，OK， 一呀低记，千杯未了，嘿，铺顶十年，那个谱再一次，铺顶十年，嘿，再续逍遥。哦，赞，太好了，我觉得你真的学得很好，学得很赞，超赞，真的。我真的是很担心。不会，今天在开始之前，我都很担心你会不会教我到爆气。不会，我觉得你学得很快，而且你很快就可以抓到的那个声韵的感觉，就台语发音的感觉，我觉得你已经有一定的掌握了。就是你自己在私底下再练习一下，然后如果忘记的话再回听这一集，你一定会可以唱得很漂亮的。对，我觉得你只要把那个我讲的那些重点啊，就是闭口啦，然后 in 音跟音的这个差别分清楚，就是 ing 差别分清楚，然后该送气的送气，然后该促音的促音。其实这个重点抓起来，你唱台语歌，你的韵味就绝对会比别人更好。对，好，对啊。你看我们轩，我看到我的观众来了，那个 Sorry Rosen Song 你好，然后那个轩他说，那个老师有耐心，学生有天分，你的观众真的是很会夸耶，真的是，我们谢谢我们的轩，谢谢，感谢你。好，那我在做，刚刚其实有稍微讲到，然后我把它再做一个提醒，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拉长音的时候。那个像铺顶十年再续，逍遥，这个逍遥的部分呢，我记得之前听那个原唱他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歌手在唱，他们的长音会拉在，好像是拉在啊，听得懂意思吗？摇，然后尾巴才会变成乌，好像是拉在啊啦，对，这个我再跟你 check 一下，就是要记得它那个长音的感觉，就是不要太快的，就是直接到乌，中间应该是会有那个，你说感觉像是再修逍遥，对，
对对，哦，应该是有这个感觉，对啊。我那天就在听的时候有就是我在抓那个他们那个拉长音是拉在哪里，因为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差别。这个有时候这个甚至说你一般的台语歌跟布袋戏的台语歌会有一点不同，就会差在这里。好，所以逍遥的部分就是你啊的地方多一点点，然后那个呜的地方最后的是留在呜，然后再把它收起来。当然是一定是收在呜啦，收在啊就很奇怪了，就变成呀了嘛。所以呀哦，那收的时候要收在呜这样子。然后那个，你只要看到 PTK 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啦，在那个旋律允许的范围下，尽量做到那个速解的感觉。铺丁十年有没有？铺丁十年，不要唱成铺丁十年，这样子很奇怪。十年，铺丁十年，对。再修那个感觉要有，再修。而他这边这个我有点好奇，就是他这个再修的这个修，他因为他这边不是促音嘛，那他这边拉长音的话，他是等于说我是直接念修，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时候创作跟那个声韵有时候会有一点那个怎么讲，会有一点冲突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做，就是你。Okay. 再修，会有一个 O 在中间嘛？再修，你自己可以做那个感觉。哦，最后那个 O 结束的时候，可以很果断的让它对再修。哦，那个歌哈，因为我们刚刚说那个 T 是的嘛，然后 K 是歌，对不对？那你那个促音的部分就是把像那个前面那个 IT 就是把的发一半，然后下面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把歌发一半。再修。逍遥有没有好那个感觉要有，就不要变成唱再修啊，没有那个断的感觉。再修逍遥那个感觉要有那个收起来要利落的感觉，对。然后这是因为这首歌是属于一种江湖的一种豪气，我们也不要说太拖，要稍微有一点那个抓到那个韵律感之后要有那个节奏，不要太拖。它不是悲情歌嘛，所以不要那边拖来拖去，然后。要有一个那个利落感，对啊。好，好，对，我看稍微检查一下前面的，那你之后有一个问题再问我就可以了，对啊，就是有些想要回，稍微要问一下的，然后我们再自己再讨论。今天教学大概到这边，那有些地方我要补充一下，好，这边密密麻麻写了一坨字哈，好，我看一下哈。那这个，我这个其实是写这个呢，其实是要给专业的观众看的，就是知道正确发音的观众跟对发音有要求的观众看的哈。这个涛字啊，然后就大略的讲过去哈。这个涛字啊，这个大略讲了哈。涛字呢，它原本要念特，龙特才对。但是因为它原唱念涛啦齁，那我觉得它应该可能是为了谐韵的关系，谐韵就是为了就是把那个韵就是把它原本不是这样压的，把它压过去。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原本就是唱错了啦齁，这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人家是大公司嘛。然后他唱错，然后你说 PTT 会不会 PPT 会不会上原传云端吗？应该是不会。我这边想问一下，那个，因为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就是还没有在听你讲这一边，我刚刚总破音，我刚刚还没有在听你讲这边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那个涛是那个什么，那个陈雷那首什么轰劲涛，咖喱耶轰劲涛的那个涛。对啊，这个涛其实念起来，台语里面会念涛的音，大概只有应该我们常见的就是偷东西的偷，淘汰那个涛，对。那是透 ，OK。你讲的那个是透，轰景讨，讨轰景讨，那个声调不同啊，但是它的子音跟母音呢组成是一样的，对，好，我就继续咯，好，然后我觉得这边我就选择把它跟随原唱啊，因为我们在戏迷里面10个戏迷大概有11个戏迷都这样唱
啊，如果因为我预期我们的翻唱应该可能会吸引到戏迷朋友，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我们把韵味做到，然后反正原唱也这样唱嘛，哈，然后就跟着这样唱，这个应该是还可以接受啦，对。然后我也知道说他原本的翻译是什么，所以我不是不知道啊，只是我选择这样子处理。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呢，那个笑，这个字啊，它的正音应该是他念小，但是因为黄文哲先生他每次遇到这个音的时候，他都要念扫，就是扫地那个扫啊，所以我觉得就已经变成他的惯例了嘛，那我就处理霹雳的作品呢，那我就会尊重黄文哲先生，然后我就会念他的发音，就念扫。然后还有这个接下来第三个就是那个尘嚣的嚣，尘嚣的嚣，你如果查字典啊，查文献，他会念嚣，他其实是要念嚣。我们说嚣掰有没有？嚣掰的嚣其实就是这个字啊，嚣嘛。那黄文哲先生遇到这个音这个字呢，他都会念成嚣。啊，一样哈，我就尊重黄文哲先生的发音啊。第四个就是那个缥缈的缈哈，其实它的正音应该要念成妙，缥缈啊，但是黄文哲先生都会习惯念妙，然后我们就跟随他咯。所以一样的道理哈。然后这个寂寞的寂呢，刚刚有讲过，就是它的正音，它的发音应该是念寂啊，寂寞。但是民间歌曲啊，还有黄文哲先生本人，他也是念秀，那我们就跟着念秀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喜莲跟原唱他是唱喜尼啊，所以我是觉得很蛮怪的。然后因为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版本是这个霹雳的音乐总监风采伦老师他唱的版本，他就是唱喜莲，我说哦，霹雳官方人员唱喜莲，好，我就跟着他唱，那我就跟着风采伦老师的发音啊。我觉得这也比较合理啊，也符合这个黄文哲先生的发音的逻辑，所以我就选择把它改成喜莲。唯一有改的就是喜莲这个部分，因为原唱是唱喜尼，那我把它改成喜莲啊，所以就这样子的处理。我是要跟大家专业的大家知道说，我知道原本的发音，但是我这样子做选择，对，好，这真比较严肃一点哈。对啊，那今天我们的教学大概就到这边。有点怕那个，怕什么？我一开始有点怕那个，我学太慢，然后害那个这个时间拖很久啊，不会啊，虽然说比我预期的久啦，可能是我们第一趴的时候讲太久，第一趴的时候可能讲的比较久一点，对啊，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对啊。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吗？好，那再稍微聊一下。OK， 那我把那个 PPT 先收一下。好，瞧一下位置。那我是觉得说，在那个这个布袋戏的世界里面哈，我们比较容易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似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可以马上 get 取得到，就是布袋戏的那个 tempo 或是他的那个梗啊哈，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啊，但是我丢这个歌给社可希的时候，社可希就说OK 啊，我就唱这个不错啊，然后他也讲到说，他本身原来曾经也是个小戏迷这样子啊哈，那。社可希可以跟我讲一下，说你大概跟布袋戏可能有哪一些渊源吗？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的观众应该会稍微知道，我跟我家里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好。那可是我跟我家里美好的回忆就很少数，就是跟这个布袋戏有关。那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跟着我爸一起看那个布袋戏，然后我爸真的也很爱看，就是他小时候还会带我去看那个霹雳，有时候会有那种出展有没有？然后或那种限定活动，
对啊，然后我在那边边吃着竹筒饭，然后实体展览吗？实体展览？对，然后就在那边边吃着竹筒饭，然后边看那些戏友，就觉得就是算是一种美好回忆啊。然后我自己个人就是在我当然知道现在被分去金光了，但是我个人小时候真的觉得就是那个欧北龙君真的超级帅哦，欧北龙君，对。然后就是每次听到他讲那个把人给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哈哈哈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帅？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又坏又帅的那种感觉嘛。对，对。所以你算是他是你第一个喜欢的角色咯？他是我唯一喜欢的哦，唯一是不是？哇哦，是唯一啊！我要到唯一的部分。对。哦，所以你有印象，就是说到什么剧集吗？还有印象吗？我完全不记得那个剧，我完全不记得剧情老实说，我只记得每次只要黑白郎君登场，那个声光效果都会非常的足，就是那个我说每次都记得，就是黑白郎君出现的那个打戏，声光效果都非常的漂亮。哦，所以你后来那个黄立刚先生接棒金光的部分，你有看吗？我其实后面都没有看，然后我其实也一直想要找时间去把这些东西补起来。对，所以黄立刚先生就是黄立刚的做的那边你没有看到，对，就是你还没有看，只有停留在霹雳的那个。但是我有后面去搜他们后面做的那个戏，我真的做的很帅，比以前好看又更多。哦，当然，因为是比较新时代的东西，所以美学上面势必上是会有进化的。对。啊，那个幽灵杯掐真的越做越帅，真的。我后面看到那个新版的那个幽灵杯掐，哇，真的是好看。那个配乐的部分，噔哒哒哒哒，然后那个配乐一出来，那个热血感就有了，对不对？小时候男生都要法拉利，我要幽灵杯掐。幽灵杯掐，哎，这个不错哦，这个好，我喜欢这个梗，没败啊。那像你如果说，对于霹雳，应该不要讲霹雳，所有的布袋戏歌曲啊，你比较有印象的哪一些？就你要说到上古时期的也没有关系哦。老实说，我老实说，我的小时候我家真的有那些原声带，就是我爸有买，然后他会用音响播，可是我就是听，然后我真的都不记得我听过哪些。哦，对。这样会让你很难接吗？不会啊。所以，黄俊雄先生的时代的歌你也没听过吗？黄俊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哦，那比如说像什么《苦海愈心凉》那种呢？苦海愈心凉好像也没有，但是我记得我有看过，就是那个时候在播的时候我应该有看。哦，就是黄俊雄先生的可能他的比较后期一点的作品，你还是有稍微有看到过，对不对？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直到过世前都还有在看布袋戏，所以他有时候拿手机在那边看，我可能会跟他一起看这样子。了解。因为其实啊，我讲到我的来说，我也是跟我爸一起看的。我小时候不是幼稚园讲太夸张，国小的时候，就我叔叔跟我爸呢都是布袋戏迷嘛，然后他们看这东西录影带嘛。然后我们的东西可以走录影带来看。那个你应该还有经历过这个时代吧？有，然后要还回去之前要拿那个倒带机倒带啊。那个还有那个小汽车，小汽车放进去哈，这个时代还有哈。不要说你不晓得，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录影带。然后那个小汽车坏掉，你还要拿那个8方铅笔插进去，然后自己卷回来。所以你也是有经历过那个租片店的时代嘛？有。OK， 然后后来租片店就转成光碟店嘛哈，然后光碟店，然后就VCD， 然后后来又有 DVD 啊，还有一阵子短暂的还有租过蓝光的，不过没有多久，大概就那个社畜1号说拒绝承认你们在讲什么。明明就听得懂，少来。然后那个现在的小朋友还会不知道说那个为什么那个 Word 的那个存档的符号会是一个撕裂片这样，然后说3.5磁片是什么东西？你看过3.5磁片吗？然后我看过，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C 槽叫 C 槽，因为 A 槽跟 B 槽是软碟机。
对，真的，这个绝对不会有年轻人绝对不会知道。A 槽是6.35，对 B 槽是3.5，对，绝对不会知道。他说为什么一开始就 C， 他不能够 A， 不能 B 吗？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虽然这在台上讲这好像不太好，但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盗版烧录的年代吗？对，那个时候那个酒精烧吗？哦，你是说 alcohol 对不对？120%那个alcohol 是5.25寸啊，那个罗真颂有纠正，对5.25寸，不是6.25，讲错过多1寸哈，不行。然后我之前就是跟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讲到，就是用酒精烧，然后就想说为什么用酒精烧？为什么用酒精烧光碟片？啊，对，然后在alcohol 之前是那个 Nero， 对不对？你有用过 Nero 对不对？哦，不行，天哪，这个话题怎么会跑到这个，怎么会歪成这样子呢？不行，我们要回来不太行。暴君好不好 ？Nero 尼禄暴君烧录哈，这个我们家还算蛮早期就有烧录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这个讲这个可能也不太好。那个时候就是会copy一些那个 CD 嘛，然后可能就是拷贝起来这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同学还会跟我要这样，因为我们家是少数有烧录机的人。烧录机那个时候一台也很贵。对啊，然后它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它有2层嘛，就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这样，就是你可以拷贝这样子。对。这是不是要说这个台没有个40岁资格？哪有？我才30就有了，好不好？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想下嘛，你想下嘛，30就有啊，都会使找个知影，好不好？对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布袋戏对我来说是家庭里面必备的一个东西嘛，哈。以前呢，我下课的时候就是骑脚踏车嘛，从学校回来，然后我的路线刚好会经过那个布袋戏那个录影带店。那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这边录影带店，它外面会有一个招牌，然后那个招牌是塑胶，然后它就是会写霹雳，然后空一格急，然后写天宇空一格急，然后金光天一格急，然后那个急就是要写那个录影带的集数。然后我就会骑摩托车，骑脚踏车经过的时候就会看说，今天有没有新的集数？然后有，我就会进去租，然后直接租回家这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回忆。然后因为我爸妈都会叫我去租嘛，然后我们家就是我爸还有我叔叔跟，然后他们带着我看，所以布袋戏对我来说就是从小就是会有的这个回忆这样子。而且以前布袋戏真的在台湾真的算是一个蛮通俗的那种兴趣，因为其实有些连租书店都有办法租到霹雳的录影带。哦，好，对，有一些复合式的，对不对？对。我以我家附近那个时候啦，他们那边的录影带就只有霹雳的录影带。哦，好，对，他们是小说店，但是他们有做霹雳的录影带。好，就是可能是那个时候销路算是最好的。对。然后所以他还是会有的，对，因为我们是会除了霹雳还会看别家的啦。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别家的，就是除了金光之外，还有就是所谓的天宇啦、神魔那一些哈，就是比较这个可能就比较硬核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小间的，但是它也是一样是有在做那个出租行业的这一块，对啊。神魔我有听过，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我记得神魔我爸也有，我记得神魔我爸有，而且我没记错的话，神魔到现在也都还有，对不对？神魔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前阵子有说，也不能讲前阵子，几年前有稍微复出一下，但是又销声匿迹。对，那主要理论上来说，我们会把第2大家归类在天宇身上了。那个时候叫天宇啊，他天宇的口白师就是他的他的那个领导人是这个黄文哲先生的双胞胎弟弟，叫黄文耀先生。对，他的口白是很赞。然后那个时候的2大家是霹雳跟天宇，就是在黄俊雄先生交棒以后，就是也不算交棒，就是他比较没有那么实验文比较没那么再出的时候，就是2大家就是霹雳跟天宇。对。然后后来才是黄立刚，就是黄俊雄的小儿子嘛。黄立刚先生再把实验文再搬出来，然后现在变成2大家，就是霹雳跟金光，
就黄立刚先生现在的新金光这样子，对，很不错的，就不过都是同一个家人，都是黄俊雄先生的后的子嗣啦，对，然后还有他们的阿公就是黄海岱嘛，对的那个子嗣，所以我很开心说原来社格系跟布袋戏也是稍微有点渊源的，所以在这个歌曲的合作的接受度上，就比较有些东西就是讲一讲就会通啊哈，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布袋戏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在讨论上就会比较有话聊，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的，我其实蛮意外，因为我不我一开始是不晓得说你对这个布袋戏的部分是有了解的这样。不敢说了解，但它确实在我人生中算是占据了蛮美好的一页，这样。好棒，我蛮开心听到这一块，因为布袋戏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影响人生蛮多的，就是我的很多东西，甚至一些技能，好，比如说玩声音的这个技能，我还不错啦哈，这个技能对我来说也是因为布袋戏我才去学，然后我唱歌也是喜欢唱布袋戏的歌，然后也会因为这样子去琢磨歌唱技巧，也是因为为了布袋戏。其实我反而不唱流行的台语歌还比较少，我反而比较喜欢唱布袋戏的歌。对，那个时候，对，蛮奇妙的啦，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对啊，那，我想问社格西，你知道《东尼剑游记》吗？我知道，东尼我就完全都有看的，因为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听到东尼分享剑游记，就是日本那边要跟台湾合作布袋戏的时候，我其实是蛮开心的，而且我就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就讲，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布袋戏怎样，这真的很好看，一定要来看。我那时候看完第一集，我就到处拉人看，到处拉人看。然后那个时候东尼剑游记刚好也有赶上迷因，所以其实也真的有成功吸引一波台湾的新生代来看。我觉得你说的迷因是那个一开始就爆头那个，还是那个？不是爆头，就是你知道那个他们灭天海吗？一直笑。对，灭天海，一直笑。对。然后他们那群坏人不是叫什么那个玄鬼宗吗？那个 Yankee Show 是不是？对。然后如果他写成日文的话，会变成元气重。元气重，对，玄鬼我知道这个梗，我知道这个梗。对。然后对，那个 Lozen 他那边有讲就元气重，然后那个时候就日本人，他们就只是看到那个字，然后觉得这个名字怎么看起来这么的可爱这样子。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商不换不是会变成仓富馆吗？对，修不看，对，修不看，对啊。对，然后对，原来是。你是从这个梗来的吗？不是，我本来就锁定要看东离剑，我本来就锁定要看东离剑游记。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就是虚渊玄竟然要跟布袋戏合作，就是两个我都蛮喜欢的元素竟然结合在一起了。然后而且我一直很好奇说布袋戏它便当其实发的很直接，我在想说虚渊玄在做这部作品的时候，不知道会摩擦出什么火花这样。然后他其实我也是。我一开始对所谓的日本声优没有那么懂也没有那么有兴趣。然后我也是因为《东尼剑游记》之后，然后他们都说我们请来一流的日本声优什么之类的。我对日本声优的印象大概只有停留在比如说悟空那个雅子阿嬷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鲁夫田中真弓这样子，那其他我都不太熟。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去 Google 一下说到底这些然后这些那个配音员是多大咖这样子，然后就是去了解一下他们这样。然后你说那个沙无声好像是什么石田章是不是？对，然后那个后面出现的那个素还真是素还真的御用配，他还有御用配音素还真的御用配音是那个叫配那个早巴鲁斗那个叫什么名字？子安五人对，子安五人是专门配素还真的耶。然后后来有这样，然后去了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声优都配这些角色都是这么大咖，他就是那个徐渊玄的面子真的很大。当时就是那种一线，他们都是算一线的声优然后都把它品的，我就说那这个东西真的有料，就是
日本那边是很重视的。我反而觉得霹雳，当然霹雳它也是用它最顶级的规格去拍的，就是它最厉害的团队去拍。但是我觉得它在国内的宣传还没有国外的那个力道，对啊，我就稍微有点可惜。但是我真的觉得推坑来说，《东野剑友纪》真的蛮赞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第4季，或是看到最后的电影版。我现在还在万军破那边哦。你讲到我东里里面最喜欢的角色，我最爱的是万树。我觉得他很热，我觉得他超级热血，超级赞。你看你第3季看完了吗？我第3季看完了，所以你知道他的结局吗？虽然说是很扼腕，但是我觉得他的剧情真的蛮完整的。老万真的是，我看到他就真的想哭。他真的是我最爱的角色，在《东野剑友纪》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所以他只有出现一季。我一开始是喜欢那个浪屋遥，我觉得他的造型是太帅了，万屋遥是帅到一个爆炸，浪屋遥也太帅了吧！是我超级爱的，超级爱的。那个西川贵教，好，他那个英文的简写叫什么剧 ？TN Revolution。TN Revolution， 对。他为什么要有这个名称啊？这 TN Revolution 是什么意思？他那个 TN Revolution 的意思，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它的日文叫做 Nishikawa Takanori， 然后它 TN Revolution 就是 Takanori Make Revolution， 就是由西川贵教掀起的革命这样子。哦，这么深啊！那他什么时候用西川贵教，什么时候用 TN Revolution 呢？他早期刚出道的时候是用西川贵教，然后他后面跟浅仓大介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用浅仓大介 EXPT 西川贵教名义出道，然后后面就是他们合作了，我记得好像是1年吧，1年之后，那个西川贵教就开始使用了 TN Revolution 展开个人的音乐活动，这样。哦，是这样子。对啊，我们留言区有提到说万军破的声优大冢明夫先生啊，大冢明夫先生，我真的是因为我喜欢万军破，然后我去 Google 大冢明夫先生啊，然后他的那个声音实在是，然后他配的那些角色，我后来都有特别去注意，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有，我看戴墨镜那个叫什么名字？他也是大冢明夫。对，巴特啊，对，巴特，他也是大冢明夫配的。然后那个刃雅的爸爸那个范马勇次郎，那个范马勇次郎也是大冢明夫。然后如果你有看那个路人100%，那个叫什么路人？那个小酒窝也是他配的。哦天哪！然后我就爱上他的声音，我觉得他的表演我真的很爱，就是大冢明夫真的。还有那个海盗战记的那个托鲁克鲁也是他配的。哦，我听人家推这一部然后他说这一部的剧情真的是做得很深，那我还没开看，但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让我很想看。我知道 Netflix 有，我找时间来补一下。我觉得海盗战记玄武大哥应该会喜欢他的，他把一个人的一生就是用那各种转折都，我觉得写得很好。对，是不是会不会很像那个之前那个前阵子很红的那个地动说那一部的感觉？地更多是在思想文化上面，然后海盗战记是我感觉是一种像是它算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过程吧，我觉得更多像是这样。哦，有一个观众来了，他每次来我一定要用台语念他的名字。来，Porto 主航台说的并不凶妙话，第一馆李贺安安。李贺安安，名字很长啊，用台语念很有趣，很像人家参加法会的时候。那没关系，没上了。然后我们继续讲刚刚的话题。好，刚刚讲到大冢明夫，刚刚讲到就是东离剑游记。然后我分享一下我喜欢的角色，我第1季最喜欢的角色其实是杀无生。对，他是一个，他的坚持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坚持。然后你在看前传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跟杀无生，他跟那个林雪他的渊源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反而我一开始第1季我觉得对他还好，可是我看完前传之后，我发现这个角色真的不错他的那个转折，那你的心境上。
你的看法是怎样子？我的心境吗？我一开始是觉得他是一个执念很强的人，对，然后我后面看了，我也是看了前传之后，就是那个生死一剑嘛，看了那个生死一剑之后，我才发现就是他就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有原因，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变好人，但他被林雪他整，其实他很单纯，对，他很可爱，对。对，他其实是一个类似那种小可爱那种，可是他就是一路上都被遭受太大的，就是那个遭遇非常的不好，所以他才变成这样子。对，其实是蛮可怜的。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看过东里的朋友都说我的个性，就是我的那个个性有一点点像校狂圈。哦，少公馆对不对？哦，对。哦，小小的一个科普一下，你知道少狂卷他不是会笑吗？你知道他是磕了2颗偶头，一颗笑的，一颗不笑的。而且他们就是过境的时候，比如说要拍他笑的时候，他们就拿那一尊有笑的那个偶头出来拍。哦，因为我们布袋戏的不可能他这样直接变成那个样子嘛，所以他有磕2个偶头。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某一场展览的时候有展那一颗笑的，我的印象，对，印象很小。他笑的时候那个牙齿露出来，对，真的很好笑，那一幕真的蛮妙的，对。我想说，这成本高呢，你个雕杆个 kick 几点？因为我们看得出来嘛，应该是多磕1颗，对，果然是，对啊，太有趣了。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我像校黄娟？是因为他们觉得第1季的时候我很像林雪亚很像我，然后因为第2季那个林雪亚不是去整校黄娟吗？对啊，就校黄娟超级不在意，然后反而整到林雪亚，然后我就说比那个机车程度好像校黄娟比较高一点。对啊，那你还是比较像校黄娟一点。校黄娟是比较没有那个，他没有下限。校黄圈是没有下限的那种，就是我其实跟朋友相处也比较没有下限，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遇到那种开玩笑开口会开得很重的朋友，所以如果有人要跟我比底线的话，我会直接底线就直接放在那边，我底线会直接窜到18层地狱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一开始就觉得我很像林雪亚，然后后面看了第2季以后就说你是校黄圈吗？林雪亚他有一个格，他自己有一个格在那边，一个 gay， 然后那个台语讲一个 gay， 对，他会跟在那里，他其实是有他的坚持，他会跟在那边。然后少黄圈没有坚持，他就是只要活得下来就好了，我管你怎么样。对啊，对，对啊，这很有趣在这边。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还蛮讨厌林雪亚的，就是第1季看完的时候了。我会没办法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态，那个时候我没办法理解，后来看了第2季跟第3季，慢慢我才比较这个人是在搞这一套，才慢慢比较理解，对，然后对，然后对，说到这个就是伤不换，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的，然后他的那个声优是那个走访不顺一嘛，他的声线也是非常的迷人，而且很独特，也是那种很厉害妥妥的大叔音。我就，然后他跟他跟那个大冢明夫刚好又是配，就是2个都是好朋友嘛，然后2个那个超强大叔音在那边尬顶，我觉得真的是蛮爽快的。对，而且我全部人里面的10号，我最喜欢的就是伤不换的10号。好，对啊。说到10号，我觉得有一点呢，我蛮佩服这个徐恩选先生。徐恩选先生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之前看报道，第1季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报道。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要用那个布袋戏的原本的台语的口白？那个科普一下，那个《东离剑游记》1到4季的那个不对，甚至是最后一部电影版出现的那个口白是黄文哲先生的儿子，那个黄慧峰先生配的。对，他都是就是台语的啦哈。那有人说，那个薛选先生说，他觉得这个台语的10号是布袋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所以他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放在虽然说是日语配音的这个剧集里面。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真的是对于文化
这一块，就是他们很会玩文化。我所谓的玩，不是不尊重那种，是他们很会把文化去做一个，知道他的精神在哪边，然后去做一个延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人真的要学习的地方。他们，因为他们都对自己的文化很有自信嘛，所以他们也懂得说什么样去把这个文化炒得很漂亮，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讲到这一点，我可能一般戏迷或是普通人会觉得看到这段觉得没什么，可是我觉得我看到这段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插曲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他愿意帮忙保留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感动。对，虽然他是采取日语配音啦，对，那看到这一点，我真的是蛮欣慰的。对，而且我记得到最后一集那个电影版的时候，某某角色会再出嘛，所以他还是有念他的台语谥号，真的很感动。最后一集电影版还有听得到那个台语的谥号，真的是蛮赞的。对。如果让你选择收一尊偶，你想要收哪一个人？你说我吗？对，我真的要收一尊哦。收东里，我会收，收东里，我会收浪无瑶啊。我以为你会说你要收笑狂圈。没有，我会收浪无瑶。好。那里面装的东西太喜欢了，没办法。我太喜欢西川贵教。我那个时候，去年不是有那个阿尼萨玛嘛，然后西川贵教不是来台湾嘛，然后那个时候最后收场的时候他唱歌，我爆哭，我真的没有想过有生之年可以在现场听到西川贵教唱歌。对，说到这个，他是不是有一首东里的歌曲的 MV 是在台湾的庙宇拍的，对不对？对。那个 MV 超帅的，我想说，没有人讲，我不晓得那是台湾的庙呢。他把我们的那个庙拍的好帅啊！对啊，好厉害啊！他的 MV 都做的很帅气，就是那种中二系，会引起男生中二系之魂的那种而且我听说他在现场的时候，他我不确定这个细节是不是真的，他好像是不太喜欢听监听，他可以直接就是他对那个表演的敏感度很高，然后他可以直接就是他知道说他唱出去的声音跟音响配合起来的声音大概是什么感觉，这样子。对，他是蛮感觉派的，而且那个西川贵教他在录音室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看 The First Take 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西川贵教在录音的时候旁边有一根东西。那是拿来吸收多出来的那个录音的声量用的，避免他把麦克风唱坏。这么那个东西是要把它多余能量吸走，然后不要让那个麦克风坏掉。so ga。对。我改天再去找一下那个 The First Take 的他的桥段来看看。对。他是唱哪一首？他唱他自己其他的歌，我记得应该不是，我想一下哦，一首是那个钢弹 Seed 的电影版的，然后另外一首是那首我其实不知道是谁的主题曲，但他蛮有名一首歌叫 White Breath， 白色呼吸。我对他的认识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那个时候小时候看那个《神剑闯江湖》啊，不是《神剑闯江湖》。我那时候还不晓得他《神剑闯江湖》是他唱的，那一个叫，我后来才知道看到他的名字，那个叫做车田正美的第二部作品叫什么？那个什么战记的，对不对？对，就是很像，就是也是有四圣兽的那个盗版圣斗士星矢那个钢铁神兵啊，钢铁神兵的 BTX。钢铁神兵的主题曲是他唱的，对，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这样子啊，好笑啊！然后我才知道这个名字啊，真正认识他其实也是因为东里啦，然后才知道这个，就是才比较知道这个人这样，对，盗版新史，阿莲阿曼，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哈，就是因为现在他们那个合作的专案也结束了哈，就是已经到了 ending 了嘛哈。其实就我所知，其实第4季
到最后的 ending 的那个电影版算是也是还是在一个感系的状态啊。其实还是可以在，如果薛仁贤先生应该说这个专栏还继续的话，他其实还是可以再长一点，不会那么快的结束。但是可能是因为必须要在他们的合作关系，可能就是要约定在第4季，然后跟一个电影版结束，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有感系的痕迹。但确实是有点感，对，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你如果从第1季、第2季、第3季、第4季这样看起来，你会发现其实薛仁贤先生也是有进步的。就是我所谓的进步是说，他更能够去掌握布袋戏的 tempo， 就是布袋戏的节奏。因为你如果说是动画游戏的话，它可以变换无数的场景嘛，然后可能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那个布袋戏拍摄不一样，我如果去一个地方，我要去搭那个布景，然后好，可能我换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可能要再多一个实体的东西出来，然后那个节奏上面就变得就不太一样。然后你看第1季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剧情还好，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很不行，就是很不王道的，对不对哈？他故意就是跟你讲说，你以为是一个王道的故事吗？不是，第1季就让一个超级厉害的反转，但是我就觉得还好。但是第2季、第3季之后，我发现我觉得我越来越能够去进入那个剧情的节奏跟那个梗，然后我觉得这方面应该也是薛仁贤先生他越来越能够掌握这个布袋戏的那个剧情的节奏，然后把它结合在跟他原本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到第3季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巅峰，然后万军破的剧情真的写得太好，真的超级感动，真的，而且很热血，就是真的很热血，真的，大家一直跟他一起喊万军破，万军破，万棍哈，哇，真的超帅，万棍哈，超帅，那一段我真的看到眼泪飙出来，而且他那个第一个那个设定那个梗实在太好了，就是两边都是正邪两派，然后一起然后合作的那个梗实在写，然后再来就是他本身的那个声优的演绎，然后还有他那个角色的转换之间的这样的纠结，就每一处真的都超帅的，真的是。然后他最后的牺牲的那一场战斗也是你真的会被他的每一个那个步骤牵动，然后最后面的2晚。然后也是每一个桥段都让你印象深刻，你就觉得这个角色实在太成功。虽然说他这个角色的人格魅力非常的好，对，很饱满，真的。然后像那个三不换的部分就相形失色，你就会觉得三不换好像第1季、第2季走完就差不多那样子，他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存在了。对，虽然说你如果看第4季，你觉得那个反转，你应该也会居然哪里？你应该会有这种感觉，留给你去体会。我说应该，我有朋友一起去看，但因为我真的工作太忙了，所以就是对，我留给你去体会。因为第4季那个反转，我真的是想都想不到对，真的是太妙了那个反转。对啊，今天真的很快乐，我们非常感谢那个社格西来这边，然后联动，然后又陪我聊布袋戏，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我在结束之前，我有个心愿，请说。刚巧师妹有讲，就是学武大哥，你可以念一下那个吗？那个他有讲是不是对不起，我没有商不换的那个谥号。商不换的谥号，对不对？好，对啊，我找一下，因为我也没背了。他们那个谥号，我记得第1句是什么？狂风直雨，什么吹抓耍？对，我只记得这句。商不换的谥号，我看看。我觉得他的编剧的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可以把一出场就封顶的2个人的剧情，他还是写得下去。就是因为你知道第1季看完你就知道武力巅峰就是商不换跟林雪鸭2个人是武力巅峰嘛，对，其他全部都是屁。他明明在第一季其实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但是他就是到最后一集才把那个梗爆出来，真的是很会写啊。然后后面其实他们的实力已经巅峰，然后就看林雪鸭怎么去整别人，你也会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商不换又很谦虚，他知道自己很强，但是
他都很就是非常的保守伊家己的物件，他不会说去欺凌别人这样子。好，我把它剖出来，好，好。好 ，OK， 然后来念一下哈。狂风骤雨吹作伞，游人农家步不休。天地邦道如何度？随意退尽人逐流。哦，啊，后面的最后一句的发音有点不确定，但是应该是差不多。随意退，应该是退尽人逐流。对，应该是这样吧，我记得是这样。对啊，我有点不太记得，要之后再查一下看看。对，哎呀，那他应该是念过最多次谥号的人了。对，他第2季开头也念了一次。对啊，然后好像终结电影版好像也有念一次。对，他应该也有念一次。然后我觉得蛮妙的地方就是第1季到第4季跟电影版所有的谥号都是黄慧峰先生录的，但是我在想说，那他那个角色是一开始就写好，还是说，应该是他每一次都是请黄慧峰先生都录新的角色的，应该是都请他录新的角色的那个谥号吧？因为他后来就比较没在霹雳了嘛，因为后来的配音员就是他比较没有在做配音这一块，对啊，可能是只有《东尼剑游记》有请他回来配，他后来就比较少出现了，对啊。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个瑟格西带领我们念一下这个万君破先生他的日文怎么念，然后大家一起来欢呼一下万君破，我们一定要给我们万将军这个最大的礼遇啊！好，万君破怎么念？不，应该我其实不太确定，但应该是念蛮根哈。蛮根哈，好，然后他的那个小兵就开始举那个刀子，然后就开始。蛮棍哈，然后我就开始流眼泪，我实在太感动了。那个怎么可以做的这么棒？蛮棍哈，聊天室刷一排万军破，谢谢，圆满一下我们万将军的这个忠义啦、热血的部分哦。我真的是太爱万将军了，真的。OK， 好。啊，今天还是要 ending 一下哈。谢谢我们瑟格西今天来到我们频道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要合作的时候，我原本是跟瑟格西说，不然我们去你那边录一集这个教学好了。然后那个瑟格西说没有了，不用了，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在我玄武大哥的频道就好啦。对啊，那就是这样子啊。我原本是想说去他那边做客这样子，然后。他说在这边就好了，所以我就来了，迎来了我第一次的联动，第一次的客人来我这边做哈，然后再加上我这个新准备的布景，大家应该觉得这个布景蛮漂亮的吧哈，希望我这个还不错，对不对哈？然后我们这个其实第一个客人来这边这个做哈，对啊，我也帮他准备了这个茶点，毕竟人家是茶斋主人嘛哈。然后本来准备了茶跟茶点啊，希望这个瑟格西觉得今天的那个招待还可以。好茶，好食物，好朋友啦。好我听到这一句我就感动了，谢谢。我希望今天真的是正式的交了一个好朋友哈。然后我的 B 圈好友又再加1了。好，我们今天谢谢瑟格西来到这边，然后终究这个还是要一个 ending 了哈。好。下次有机会了再联动再聊聊别的事情，或是我想要去你那边做个客，可以吗？可以。好。然后也希望宣读大哥这个节目啊发展起来，能够跟更多对，我们瑟格西小弟弟他还跟我说，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去你那边录一集啊，然后你这个模式就搞不好以后这个想要学台语翻译就可以，他还帮我规划好这个企划好，说这个节目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常态的节目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他。对，好，然后今天也谢谢我们观众陪我们到现在，然后希望今天聊的话题跟做的教学呢，
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啊，不是就觉得有得到那个不错的成果哈。然后今天后面的闲聊呢，也就是让大家觉得今天晚上是非常愉快的。好，谢谢这个西，那要进好的这个切一下这个片尾了哈。谢谢大家，大家晚安。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哈，感谢大家哈。今天是选股频道那个讲华语最多的一天哈。对不起，没关系啊，没有，不用，对不起，没有关系，就是下次没有，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可以聊一个梗。好，我们下次呢，我们请社格西来开一个咱台语尬台语哈，就是请他来讲试试看哦，尝试一下来一个台语的杂谈。好，这是请他来联动，我觉得这可以留个下一次的一个梗。好，这是下一次的计划，就是请这个西来跟我们一起讲台语这样。哦，要不要尝试看看啊？再给你一点时间练，再给你一点时间练哈。咱鳌拜，咱这个西来到咱家哈，来到咱家，咱就是来做一个这个台语的正式，过来是做一个台语的联动哈，来我的频道讲台语，好，安尼嘛袂歹，对不对哈？后来来跟大家一一的打个招呼，说晚安哈。切一下，好，雷后西托吉，你好，阿曼，罗先生，你好，阿曼，Alice is coming， 阿曼，小师妹，阿曼，你得啉来阿曼，轩阿曼，下条一盒阿曼，连宏远，多谢你较多去上课，搁转来搁随来我的频道吼，感谢各位今仔日暗时的陪伴，搁感谢新交的一个好朋友，我设计希望今仔日的内容大家满意哦吼，若需要希望讲现个会当做啥物内容，会当甲我建议，甲我讲一下吼上重要是要甲我起一个赞，搁加一下点赞吼，帮我按个赞，然后再加个订阅，然后把它推广给你的朋友。然后想学台语歌曲的，想学布袋戏歌曲的，可以传今天这个链接给他听看看，然后来试试看，来唱我们布袋戏的歌曲吼。好，那今天跟大家讲按慢，再会，五元再过来哦。拜拜。